现今乌山头最酷的八田羽衣技术，就是日本金泽市的人。嘛，因为这场的因缘，所以该市对2012年开始，每一档5月拢会来台南对书，并举办展览，推广当地观光甲工艺。疫情停办几档以后，今年总算重新恢复，并选定3间outlet开幕。市长吴伟霆嘛亲自出席剪彩仪式，邀请市民把难得机会来欣赏。台南跟金泽跟台南的友谊深厚，也源远流长。我们因为八田羽衣先生建立起了这场友谊，我们非常的感念。那但是从过去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我们也希望能够扩大在文化上、在物产上以及在观光旅游上的交流。我们从5月6日到5月12日的金泽周的举办，事实上就是其中具体做这个物产交流的一部分。虽然中断了4年，但我相信台南市市民朋友们对金泽非常好的物产都还是这个印象深刻。将来在这几天的金泽周中间，我相信一定有很多市民前来参观前来了解，也希望能够有机会前往金泽去观光旅游。金泽州伫台南除了盛大登场，金泽市长春山卓甲嘉禾市长龚元禄配合嘛分别率团来正式拜会市长吴伟霆。会中吴市长感谢两市对台湾日本交流所付出的贡献，嘛非常期待甲双方加强合作，互两市因为八田羽衣的缘分，伫疫情以后更加实体密切交流。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